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给我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分享上帝的话。伫分享的大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予阮有这个机会组织伫你的面前。虽然外口有落雨，但是主，你的福气亲像这的雨，临到伫阮的身上。我愿你这个时阵，你的心临到伫阮，阮逐人的耳孔拍开，会当有你的话，成做阮生活内面的帮衬甲主权。我恳求你亲自带领阮刷落来的时间，互阮心内的土会当酸软。主，你的道要进入到阮的内面，亲像种子布衣。感谢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起头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伫黑暗。黑暗无接纳光，道成肉体，踮伫咱的中间，有稳定甲真理满满。咱对约翰所讲的耶稣，敢若真抽象，但是伊却伫咧咱的生活内面，常常会出现。伊会亲像光，光亲像日头，伫咧一寡天气来温暖咱的身心灵。生命嘛，因为光会当活落去，成做活命。真理会当提供咱生存落来，有一寡坚定的理想以及自我的觉察。路会当帮助咱行往过去的时阵，咱知影啥物时阵咱做毋对，伫咧未来会当互咱的想法搁较好，行往正确的道路顶面。今仔日要向兄弟姊妹所分享的经文，是耶稣伊咧向大家所讲的一个譬喻。首先想要问兄弟姊妹一个问题，就是恁平常时是安怎甲上帝建立关系？是靠来做礼拜的时阵领受上帝的话，然后遮的话成做刷落来一礼拜的帮衬甲快乐，或者是讲家己有灵修读圣经的习惯，早倒暗倒来读上帝的话来思想。也是有的人是时常唱歌学了上帝，有的人是常常甲上帝祈祷，甲上帝关系亲像朋友共款。我伫咧舞会的时阵有一个亲人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常常活伫祈祷的内面，伊啥物代志，伊就随时都问上帝，渐渐家己的想法放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伊的生命伫咧服侍过程内面愈哪来哪水。请大家来想象即个关系，伊就好像就是一块田地，咱的心是田地内面的土，伊是啥物款色的土，伊是啥物质的土，即个土的松软的程度是安怎？即个土的营养分甲水分是啥物款的比例？咱用偌久的时间去松土，即个频率是偌久一摆？上帝的话。好像像是种子，咱敢有时常去田内面野种？咱敢有法度，互即个种子伫咱的心内面生长？耶稣互众人客，然后坐伫海边的船顶，向济人来讲即个譬喻。伊咧讲有一个野种的人，伊四界去野种，即个种子会伫无共款的土，伊会产生无共款的结果。即个譬喻的重点是伫土。咱所种做的土会去反映着种子的生长。头一种伊是压伫路边的，田地有小路伫中间，而且周围拢有草啊。路边的迄个土伤长，种子无法度存落去，遮个种子就去互鸟啊食掉啊。这是第四节所甲咱讲的。第五节刷落来石头地。伊的表面有土甲一寡细地的石做伙，而且土无讲真深，伊敢若浅浅啊尔。但是地较着落雨的季节过去了后，即个天气哪来哪烧热，浅土的温度一瞬啊就飙悬啊。种子伊会布衣，而且会互人感觉到讲这是上介好的收成。不过因为着热天的烧热，
植物需要有真深的根去吸收水分，但是这个细底的土，伊阻挡了水分，或者即丛树啊，伊伫叶未大长进前，伊就死去啊。第三种的种子，伊是生长伫有气皮的环境内面，气皮生长的速度比遮所野的种子搁较紧，而且搁较悬。将遮的种子所应该爱吸收的养分甲水分全部拢抢走去，而且气皮伤大丛，伊甲种子的日头拢盖了了，根本就无法度互种子有空间来生存。所以，即丛树啊，伊就无法度有机会继续生存，当然就无法度结实，伊就死去啊。即个譬如是咧对咱讲，伫上帝的教导内面，其实有真侪款的情形，伊会造成无共款的结果。即马咱来看下卖，家己是虾米款的情形？第一种人的状况，伊是完全无法度去明白上帝的道，种子伫伊的心。然后，迄个种子是上帝放伫伊的心内面，但是后来有恶者，亲像第19节所讲的，即个恶者来将伊心内面的种子，上帝拍算要放伫伊心内面的即个种子，才甲伊抢去啊。然后伊就完全拒绝上帝的道，因为种子已经无踮伫即个人的心内啊。即个第19节是咧讲教会内面的人。伫伊心内的即个用词，是互心成做一个做决定的所在，所以是道已经进入到即个人的心啊。即个人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。耶稣的解说是讲，有个人听去天国的道理，但是因就亲像定翘翘的石头地，无去互真理感动，伫伊真正明白的进前，魔鬼就已经来甲道理抢走去。第二种人的情形是亲像20节到21节所讲的。也伫石头地的人，就是人无经过思考，就才受到，可能伫咧当下有成长的情形，而且是互人感觉到讲有丰盛修成的即个愿望，也伫石结的地，就是人听道理，连边欢喜承受伊，可是无真正的根，就无结果子。对外面来的压力、烦恼，也是迫害，就亲像第一款人所讲的。互烧热的太阳一直晒，一直晒，晒伫无根的幼苗的顶面，真紧就会显出即种图。伊嘛是真浅的，伊连边欢喜承受到，但是嘛马上就跋倒啊。即个跋倒，伊原来的意思是讲，互人犯罪，互人离开信仰的意思。咱会知影讲，咱的心内面若是无根，无去牵调伫耶稣基督，就会因为受着压迫。来放杀咱的上帝，放杀咱的耶稣，颠倒会去犯罪。接落来，咱来看22节，即个人甲20节的人无共，伊无有欢喜承受道，伊嘛从来无互天国的道理来甲控制。即丛植物一直咧挣扎，各种心思放伫生命中间，真侪其他的事物，这事物慢慢阻挡了伊的成长。互伊将来袂捌成熟结果子，而且所用到世间的挂虑甲钱财的迷惑所讲的真清楚。烦恼世俗的代志，也是一生想要发财，会拍花俗神的性命。小说明白迷惑的意思，则就有另外一个警告，迄就是讲，这个气皮，伊伫不知不觉内面发挥伊的作用，互人无去意识到讲，即马当咧进行。会无法度喘气。这个警告是无时间限制，随时拢有可能伫咱的生命不知不觉中发生。这所要表达的是，必须爱去避免无结果子，所以咱会看见讲，耶稣也会去咒杀无花果树，因为无花果树无结果子，就去互耶稣咒抓。只有结一果实，才有法度去显出属神的生命。伫个约翰福音书第15章头一节，耶稣安尼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做园的人。既若连伫我会枝无结果子的，伊就松起来；既若结果子的，伊就互伊清去，互伊结果子搁较济。但恁因为我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啊。”
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会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济济。因为甲我相离，恁就袂做啥物。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气杀。伫外面亲像鸡煞孤达，人捡因迄落火就烧去。恁若踮伫我，我的话踮伫恁，凡若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食。恁结果子济济，对安尼，我的爸得到荣光，也恁要食做我的学生。伫即个受到刺皮捆绑的人，伊发现讲，一切看起来真美好的效果拢无去啊！伫伊的灵魂内面，敢若剩刺皮满满。迄种空虚无有目的的生命，敢是你我所咧追求的？还是咱落伫迄种状况内面，咱家己毋知影咧？咱用一句生活上的话来形容讲，咱伫生活的中间，敢有去感受着上帝所赏赐的迄个平安甲喜乐？亲像约翰福音第15章第30讲，耶稣伫遮讲，伊的道会当清去咱属神的性命。咱来想看觅讲，咱有偌久无互耶稣的话来清去咱的性命？咱有偌久无真正安静落来，甲耶稣同行？来享受迄个灵魂的平静，也是圣神的充满。咱敢有去渴慕着，互上帝的手来摸着？伫甲耶稣的生活，伫我日常的经历中间，伊毋是建立伫任何有形体的物件，也是条件的顶面。迄是一种真清澈的关系。伊是神，伊也是完全的人。伊为着咱的罪来受死。咱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是不义的人。咱每一个人拢必须爱为着家己的罪去定死价。但是上帝互耶稣一个义的人代替阮，成做一个不义的人，定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咱只要耶稣来认罪悔改，求伊的赦免，然后恢复咱甲上帝确信的迄个疼的关系。重新活出耶稣基督的活命，显现伊的同在，互伊的名得到高举。咱来学习今仔日耶稣所互咱的信息。第一种图是伫路边的图，伊听到道理却无了解，然后恶者来将伊心内面的道夺去。迄个好亲像是收到福音的传单，然后看看的，就毋知影福音是啥，就继续过家己生活，甲天国的道理无分，这非常的可惜。第二种图是土浅石头的图，就是人当下欢喜领受上帝的道，耶稣基督的真道，但是因为无刷落来，的思考甲操练不过是暂时的，所以真紧就会因为着患难，也是受到压迫就跋倒。当咱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，迄才是真正证明咱是基督徒的身份。我有听过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是讲有一群人夜青，面孔条条安尼，敢若剩目睭，伊就走入去教会内面，就开始扫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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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甲大家足大声甲话讲，真正的基督徒甲我出去，然后就大家就惊到要害伊啊，就一直安尼逃走。然后刷落来，剩的一丝丝的人，然后遮的人就去甲因讲，就甲即个空头靠面的物件安尼厝落来，就甲因讲，恁敢是真正信耶稣？因就讲，嘿啊嘿啊，阮是啊。有当时啊，伫咧咱的信仰内面，咱若是面对着即种压迫甲即种处境的时阵，咱敢愿意持守伫咱耶稣基督的内面？咱敢愿意伫咧迄种真恐怖的压迫内面，咱愿意承认咱是基督徒？上帝的话必须爱咱亲自去证明、亲自去应验，迄才有法度成做见证。咱需要去活出上帝的话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咱的生命才有法度成长。成熟需要经过操练，
伊就好像是拍球，亲像咧游泳共款。第三种图，伊是踮伫刺皮内面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然后互世事的代志困扰着家己，头壳安怎想，就是咧操烦厝内面的代志、囝儿的代志、教会内面的代志，也是公司内面的代志，人际关系，刷接落来就是互金钱的买迄甲道击掉咧。保罗伊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，上帝话安尼对咱讲：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乱无依，就受买迄来离开道理，用济艰苦，家己刺插。当然，毋是讲生活就无重要，属神的性命才重要。即两项伊是必须爱兼顾的，而且是无法度去拆开的。钱财伊是工具，伊若是透过祈祷，互上帝来使用的时，就会是一个受到祝福的管道，互上帝来欢喜。第4种图是人听道就知影，马太福音安尼对咱讲，石头地伊是欢喜领受，但是只不过是暂时性的。刺皮地因根本就听道了后，互世间的挂虑以及金钱买去啊，道就无法度结实。但是好土地伊是完全理解，而且是甲藏伫心内面的道反并来思想，迄就亲像咧饼土共款，甲迄个土松软，然后就努力去追求。伫咧周间社青有读一本册，内面有讲到一个例，就是咧讲，即个耶稣伊咧讲，天国亲像一个宝贝藏伫咧土内面。即个人，伊真欢喜，甲伊所有的物件拢卖掉，来买即块地，然后要甲即个宝贝得到。伊咧学即个土地的时阵，伊的手会抬过去，伊的衫可能嘛会抬过去，但是伊为着要得到即个宝贝，为着要得到即个耶稣基督，伊一直学，一直学，一直学。伊咧学的时阵，迄个过程，迄个心其实是非常欢喜的，因为伊知影有一个目标伫遐，迄个目标会当满足伊的心，迄个天国的道理会当互伊的心满足，所以伊袂去计较着讲，哎呀，我的手啊，我的衫裤拢抬过去，伊袂安尼去想，因为伊知影天国的道理，迄个真正性命的价值是伫倒。诗篇的第1篇，伊咧讲。意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每日三思，迄就是一直咧播上帝的话，哪播哪有滋味。上帝的话就伫咧即种土内面开始生根，然后开始布米，渐渐大长，成做上帝的树。哪成长着哪接近上帝。雅各书第4章有讲着讲，亲近上帝，伊就亲近你。咱会看去讲，即种敬虔的性命，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、非常美好的。伫咧路加福音第8章15节，则讲着，伫好土地的，这就是人用好佮善良的心，听道理来持守伊，佮吞忍来结实。迄就是讲，因无受到患难所影响，更加是坚信伫咧信仰的立场内面，一直咧忍耐。一直坚持伫咧信仰甲真道的内面，无受到刺皮的质调甲受影响，因拒绝受到其他的代志去影响着因去追求上帝。有兄弟姊妹，咱性命的价值是伫倒？是伫地上世上吗？还是伫咧天里？我相信讲，教会伊所要做的代志，一定毋是地上的代志，因为迄有太侪单位、太侪机构会当去完成啊。但是教会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，敢毋是？毋望咱逐人，无论是伫虾米款的情形内面，千万毋通互咱甲上帝之间有一寡物件，咱必须爱甲遮物件甲摕去，互咱甲上帝之间有一个真直接的关系。因为遮物件会去影响着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也伫好土地，迄就亲像人听道，然后知影，刷落来结实有100倍、有60倍、有30倍。
而且咱爱注意一件代志，就是伫咧30杯的土，伊嘛称作是好的土。所以只要是有生产、有结实，即件代志上帝就会欢喜，毋免因为着量的多甲少来计较。有的人是5000，有的人是2000，咱只要结果子，才有法度去证明种子本身是有果效的。种子伊本身的目的是要结果子。诗篇119篇34节有讲到：求你互我智慧，我就守你的律法，搁要齐心，搁要专心持守。这内面所讲到的智慧，伊毋是伫咧心智上的觉察，伊是人内心上介深的自我，伫道德上展现的一种威信。这种理解的方式，远远超越咱的心智的能力所会当去确定的，因为这互上帝看做是礼物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到讲，有的人伤过理性，无法度去接受一个超自然的上帝。但是，当即款人伊意识到伊的理性嘛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的时，即种理性就诚做是上帝的礼物。这是荣耀归主。起手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互咱诚做耶稣一丛真葡萄树的基，常常结连伫耶稣的身上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咱若离开了耶稣，咱的所行，甲咱的所做，伫地上，也是上帝眼中就无记忆。因为即件代志，甲耶稣基督完全无关系。迄只是做互家己，也是做互别人看。这是肉体的私欲，是目睭的私欲，甲人生的骄傲。迄毋是对上帝来的。愿今仔日的信息，诚做你我生命中真受用的帮助，互咱会当去思考咱心内面的土是甚物款的土，伊是伫路边的，还是伫浅的石头地，还是伫布满刺片的内面，还是有法度去结实的土，因为这反映着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愿你亲自帮助阮，你用你的神照顾阮，互阮心中的土甲你相结连。因为阮知，阮若离开你，阮就无法度做甚物。我恳求你，同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互阮起调伫你的内面。主，你是光，阮若跟对你，阮就无踮伫黑暗内面。阮要得到生命的光，我愿你亲自光照阮，互阮心内面的土地有法度将即个道挖出来，互即个道伫阮的内心有法度生存落去。阮就诚做主你的学生，诚做你的光，诚做你的盐，帮助阮活出基督的生命，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